欢迎收看每礼拜三的台语真认得大家好，贵宾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丁。你这么帅哦？嘿啊，因为我手插裤袋啊。哦。嘿啊，我顶头你哪阮小编啊，伊甲我顶头是啊。亚洲亚洲即个一直念唔对即段摕出来，特别摕出来，有别人笑我。哦，真的哦。嘿啊。嘛毋是无好啦，只是迄个音发袂出来。亚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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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咱今仔日要讲。好，今仔日咱10月、11月的时阵吼，即个百货公司拢咧周年庆。嘿，对。你敢有去买即个物件？shopping？当然嘛无。其实我对即种物件，其实我无啥物兴趣。我嘛是。其实我阁有听过另外一个，足值着咱去耍的一件。就是比百货公司的大拍卖，搁较有兴趣的对。是对我来讲，因为我其实上足介意台语即个。所以这个甲台语有关系。是啥？台文博览会。哦，台文博览会哦，哎呦，毋捌听过呢。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台文博览会。全世界头一个伫咧倒位？伫高雄。哎呦，伫高雄。21月的时阵哦，逐个礼拜，每一个礼拜拜六礼拜，嘿，拢有伫高雄遐拢有人会带你去走踏嘿，走踏，啊，佫有，就是去踅去看安尼的意思就对啦。啊，佫有乐团的表演 ，DJ， 念歌，电影，走踏，讲座，是行踏啊，走踏，行踏，我讲毋对啦。哪行哪踏就对啦。哦。嘿，啊，佫有市啊，嘿 DIY。哎呦。展览，听起来真厉害。还佫有册展，哇，拢甲台语有关哦。拢全部拢是台语。哎呦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其实上厉害的代志就是讲吼，即个物件，即个博览会啊，是民间发起的。哎，我感觉这足了不起的，因为是一阵足关心台湾社会议题，关心台语的朋友，是。这个方法袂歹。嘿，伊伫民间，伊伫高雄遐有足侪台语文的。读书会哦，读册会就对。读册会，遐读册会的人啊，伊就有其中一个社长，伊就出来举办一个博览会。台文博览会安尼就对。是，大家做伙凝聚起来，做伙办一个博览会安尼。就是先用这个方法来引起着大家对学台语的兴趣。是。这个方法若有成功了后吼，大家安尼罔拖啦，你拖我，我拖伊安尼吼，就有搁较侪人来学咱的台语安尼。其实我足介意因的理念就是讲吼，因讲，因为无人试过这件代志，所以咱爱先来做。人无做，咱先来做。是啊，所以做啥物代志一定拢有一个起头嘛。对。对啊，像我上介意一项物件。是嘛？就是啊，因为教人安怎 DIY 做罐头塔呢？罐头塔。就是咱上尾咧罐头塔。系啊。系啊。你教人做罐头塔？是。因为罐头塔是咱台湾的丧礼内底一个文化。嘿。所以就教咱来做这个罐头塔，安尼就对啦。因为做这个物件就是讲吼，要拍破大家对一般台语文化、台湾文化的印象。想讲吼，一般人拢感觉讲，台语真粗俗，真假残，拢会讲啥物粗话啊，拢搬不出台面。是啊。你看咱即摆咧做啥？咱即摆咧教大家台语。所以咱高雄即阵朋友吼，就是透过即个台湾的博览会，要甲大家讲，其实台语是真优雅的一个语言。是啊。对无？你讲你毋通讲罐头塔安尼一个咱伫咧丧礼，对。你看到的时阵，看到罐头塔，拢感觉哎哟，这就是咧送互过往的人的物件。其实这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文化。是。文化甲语言是无法度分开的，对无？咱要学这个语言，爱先了解背后的文化。是。来学这个语言的意义，安尼就对。这是来做伙去学的啦。做伙去学，你学台语的时阵，你会当看到台湾文化的水。安尼除了做罐头塔之外，还佫有啥物其他的活动无？像咱头我讲过嘛，
咱你会当去听着足正港的念歌。念歌。嘿，爱台语的 DJ。DJ 就是音乐的主持人的意思对。是，伫菜市仔听 DJ。哎呦。啊，佮台语的文创的市仔。哎呦。嘿，啊，佮有，反正遮所有的物件，就是要打破你对台语的印象。迄种死板的印象就对啦。是。啊，你讲活动讲啊遮尔啊多，啊咱一般咱若是敢会使去参加。会啊，你来报名。其实我感觉咱即摆来讲一件就是上班。咱来讲这上班哦。即摆讲即个时阵上班，因为伊有一段时间因咧总钱。哦。嘿，咱应该提早甲因宣传即件代志，因为有一段时间咧总钱。要办活动爱有经费。是，因咧总钱的时阵。就开始开放报名，要嘛是会使报名，啊，就是还袂满额就对啦。哦，还会使报名，啊，是要去哪报名啊？啊，伊会去因的粉专，台湾博览会粉专。迄个粉丝专业就对啦。是。哦，安尼好。你敢知影为虾米票遮尔紧就卖了？为虾米？因为伊有足侪主讲人。主讲人足厉害，我念互大家听，大家一定惊死。好来。第一是吴鹏凤。哦，惊死！你惊死？哦，你真正是。真正惊死！吴鹏凤足厉害啊！我都请着即号的人物，迄就是迄个咧唱迄个薰，一支一直点，酒一杯一直啉迄个嘛，酒一杯咧打。好。薰一支一支。伊是笑啦，伊是唱，伊是演啦，伊是演男主角对啦。啊，佮有一个叫做王昭华。惊死！王昭华。是。啊，佮有台南妹仔。哦，台南妹仔。嘿，啊，佮有一个叫做周定邦的。哦，周定邦。因拢是台语界足出名、足厉害啦。哦。是。所以讲吼。推出这大卡一推出来了，一送出来了吼，票卖了。你看，其实吼，你票会当遮尔紧就卖了，你会感觉其实台湾人啊，足侪人对咱台语即个语言足有兴趣。嘛足重视的啦，啊只是讲可无一寡所在机会通去学习安尼，对不对？系啊。啊，佮有另外一个，除了较早讲的罐头头足有兴趣了，佮有另外一个，伊会开始甲迄个台语的欧白电影，欧白电影，伊会搬出一部足好耍的电影，叫做《大侠梅花鹿》。嘿。哦，这是以前播过电影。以前足早进前台语文的电影，欧白的哦。欧白哦，其实我会记华视有一阵仔嘛有搬过这个电影，佮甲搬出来。哦，但是这无简单，因为我会记得咱台湾早期是禁讲台语呢，啊，竟然有这个欧白电影会讲台语，所以是一定是一个足珍贵的电影。是，足珍贵的。所以你搁甲弄出来，大家看。台语欧白电影其实足侪部，咱政府进前嘛有甲这种电影搁全部搁甲摕出来，然后修理过，修复过，然后搬出来搁大家看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其实。咱华视最近，因为咱要过48年的生日。48年的生日。嘿。华视啦吼。咱48年的生日时阵，咱要甲以早上珍贵的一寡新闻画面，啊，佮有一寡去参加一寡活动的画面，拢甲搬出来，全部佮修复，互大家看。好，那就是讲16厘米的影像出土的计划。是。咱的华视为着要配合即个咱。过48岁生日。譬如讲，咱最近啊，阮最近拢在做即件代志，真正是吼，要甲即种物件出土吼，阮家己做到要入土，就是安尼啊。辛苦。是啊，咱华视有一个台湾第一部台湾家己做的漫画。嘿，咱台湾家己做的漫画，第一出。伊华语名叫做小平与小安。小平甲小安。啊，阮甲改做阿平。甲阿安。甲安尼。吼。阿平甲安尼，用台语落去用即摆的世事落去配音，重新配音。啊，你看，阮只是一个编辑啊，阮只是一个小编啊，阮只是一个记者，我要去配音呢，我搁爱用迄囡仔声。啊，你配啥阿平吗？啊，我配阿平。阿平，哎呦，男主角呢？嘿，我男主角。啊，安尼是查某的还是查甫的？安尼是查某的。吼，所以阿平甲安尼，阿平是男主角，安尼是女主角。伊就是两个囡仔伫遐有一寡趣味的画面安尼，啊，我甲
结合即摆事件的代志，比如说政治啊、社会啊、体育啊。当时要报。啊，即摆一定伫咱网站顶面看有啊。哦，真的哦。阮咧配音的时阵啊，阮咧配音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像我台语要讲甲做字正腔圆。我平常时啊咧讲的时阵是拢会使，拢会使讲了通，讲了顺，讲了咧，但抑毋过有当时啊拄着即种物件，你要讲甲咬字啊，迄音啊，逐个音拢变出。足正确的，足正确的，迄实在是最难的代志。阮一工就开用过来点钟，用过来点钟，伫遐咧无用即个配音，实在是足麻烦的。真的啊，无要紧啊。所以阮逐个做即件代志，就是爱希望逐个拢来学台语。好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有啦，嘿啦。所以你看，阮咧咱台语真冷，当咱还是咧努力咧做即件代志。大部分普通话嘛是咧做即件代志，所以逐个就是爱甲阮交关一下。主要就是甲咱台湾的母语吼吹转来啦。是。咱既然是台湾人，当然要会晓讲台湾话啊。是啊，好，咱讲着这大部分普通话，咱嘛是有几个啊台语要甲讲吼。来。第一就是咱较大定的讲着波兰话。波兰话。波兰话。波兰话，你较多开我较济了，我开你一个，你个来试去啊吼。波兰话。波兰话。来。啊，搁另外是行塔。行大，嘿，行大，走动，嘿，走动，嘿，过来。我拢会讲。走跳，行大，嘿，行大，吼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乐团。乐团。啊，另外一个是讲座。讲座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市集。市啊，市集。菜市场。啊，咱我讲着书展。册店，啊无就是书店拢会当，吼，啊几个俗语，咱来看。好，来。有这我拢会晓念哦，我念。好，你来。我血词。你即摆已经足够的啊。啊，我其实足够的啦。系啊，你足够的啊，我知啊。好，第一个就是鸡屎落土嘛有3寸烟。对。这啥物意思？就是这个鸡放屎落去吼，嘛会沁3寸的水气起来就对啦。表示讲像遮尔啊低等的动物，原来有尊严。所以呢，咱人爱有志气啊，爱有奖志啊，毋通失志啊，是不是？你像鸡对无？参人的屎都会沁3寸的，那何况咱人安尼，动5尺以上的男子汉。但就是另外一种就是讲吼，你毋通看轻家己。对。吼，大家拢会当。用家己的时间努力去为台湾做一件代志。对，啊，所以讲，就像咱这个台湾普通话共款啊，咱感觉讲咱有这个使命，啊，做这个代志才有意义，啊来推广这个台语啊。是，啊，搁另外一句，叫做家己种一丛，栽一丛，家己栽一丛，啊，较赢看别人。对，就是凡事靠家己啦。嘿啊，你看别人哎。遐花啊、草啊，拢种甲足水啊！你家己要开始种，你哪有遮着遮水的花草？咱讲啊，挖山帮，啊挖水搭，啊挖地条死地某。哦，是有即句话。挖地条死地某。哦，所以靠咱家己上好。是。像咱即摆咧做台语，真诶，当咱还是咧做者啊，台湾普通话嘛咧做台语的相关的话。咱用家己的语言，家己来发扬。是。家己的文化，家己来救。是。对不对？是。啊，所以咱台语的节目，华视的台语节目，咱家己来做。是。是不是？咱即摆就愈来愈侪台语的节目咧开始咧做。阿平甲安尼，吼。你即摆去甲我考试，我真正是。阿平甲安尼，好，我准备来看。阿平甲安尼，好。啊，最后一句就是鱼食溪水。人食喙水，对，就是咱咧好透喙啦，对不对？是。好透喙才会啊来得人听。有真子啊，你今日有够水的。哎呦，你有够缘投的啦。谢谢。咱阿平吼。啊，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练的，拜拜。真正有够台。台文普通话要开始啊！好佳在，我有先报名，啊无买靠就无目屎哦。好佳在，到底要安怎写呢？但是绝对毋是这个好佳在，好佳在啦！哈哈。
好佳哉，写做好佳哉，幸好幸亏意思。好就是好，佳嘛是好。不过在这个字一定找无伊原本的意思啊，用这个字是假意借字。有人嘛写做这个在，但是使用教育部万能语词典的用字，写做好佳哉，统一一个写法，安尼学起来嘛较轻松嘛。来，对我念一摆，好佳哉，大家千万爱记哦。